等一下，如果姚玲醒来，知道我死了的话，反悔了？不是，我想拜托你，让他离开我，让他尽快忘了我。好啊。天天变那个会，兴奋里只想梦，要苏醒。转一圈又发现我和你注定要在一起。一起来看世间的秘密，岁月不是 enemy， 只有手牵着手，共赴约定，这才能够把爱铭记。指引我们的世界漫步星辰与大海。I love you running and running and running， 不管别的节拍，一吻你就能够确定你黑白的审判。你是我故事里的 highlight，so keep violence on。I love you running and running and running， 哪怕现实挫败 ，We're gonna prove it， 冲向灵魂的终点站，如何感受生命的存在 ？So let them be into a cycle。我是姚玲啊，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看来撞得不轻啊。都怪我，要是能早点拉住你的话，我会对你负责的。啊？别误会，我说的负责不是要跟你结婚之类的。完了，又说漏嘴了。我的意思是，作为朋友，我会帮助你恢复记忆的。朋友？什么狗屁朋友？胡小珍，亏你还说会永远记着我这个哥哥。你该不会喜欢小珍吧？啊，不是你想的那种。他因为特异的体质，一直交不到朋友，是我一直陪着他走到现在。我把他当亲弟弟看待，他却说忘就忘了。浩海，你去哪儿？你怎么了？醒一醒，这要不要叫医生啊？人呢？还是我去找浩海吧。可是，你的本体还在胡小珍怀里呢。啊，忘了。喂，妈。要去上课了吗？正准备出门呢。你刚出院，要不要搬回来休养一阵子？没事儿，去学校也有助于我恢复记忆，而且还有姚玲在呢。好吧，你自己当心点儿，下次请姚玲来家里吃饭，还没好好答谢她呢。好，我会跟她说的。啊，对了，你现在还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吗？奇怪的东西？没有啊，医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没有大碍了。是吗？那就好。您放心吧，我先去上课啊，拜拜。早啊，小珍。早，这位是？小南，我的好闺蜜，咱们小时候也经常一起玩的。哦，你好。走吧。小时候的事儿也不记得了。他给你送蛋糕的事儿呢？这是什么？昨天扔掉的是蛋糕啊！哦，扔掉了呀？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蛋糕，所以……没关系，我以后再给你做。啊，谢谢。我是不是又太莽了？小珍，你刚才突然晕过去了，我只是想帮你盖被子。没事。不过浩海好像真的很难过，你失忆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对了，如果是这样，那你应该也不记得那件事。哪件事啊？
就是你之前拒绝过我。你刚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我害怕再次被拒绝，连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我虽然想不起以前都发生过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你的关心。如果你愿意，我们从朋友开始吧。你不是说还要帮我恢复记忆吗？真的吗？我们拉钩。气氛很不错嘛。表现自然点儿，听我说就行。浩海闹孩子气，说现在不想看到你俩，等他气消了，自然就会回来的。放心吧，走了。刚刚的表情，他是不是为扔蛋糕的事情生气了？姚玲，你能平安出院，真是太好了。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事。是那个灵体啊，可为什么跟萧霸王在一起？你怎么在这儿？小珍她失忆了，我想帮助她恢复记忆。失忆？这家伙想耍什么花样？我也可以帮忙。一大早就这么热情似火吗？当然，同学有难怎么能视而不见？哼，况且姚玲的事就是我的事。谢啦。快看，是姚玲，她来上课了。姚玲跟萧霸王一起来的。传闻是真的。姚玲真的和萧霸王在一起了。听说萧霸王还表白了。小珍，你怎么？为了方便帮你，今天起我坐这儿了。哦，好。给，我在减肥。啊？你喜欢他是吗？那就跟他在一起啊，离我的霸王远一点。萧霸王，可恶！最近为什么总是心口痛，而且还伴随头晕？难道这就是爱情的伤痛吗？莫名其妙。我跟小珍在一起，关萧霸王什么事啊？姚玲，你在想什么呢？姚玲，那个，你有空吗？我们有话跟你说。我过去一趟，你先回教室吧。哦，好。刚才我还看到萧霸王在食堂门口等姚玲呢，你别说，他俩挺般配的。还行吧。哎，胡小珍，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不要再去骚扰姚玲了，听到没有？姚玲，你真的跟萧霸王在一起了？怎么可能啊！你看，我都说了这是谣言。那你喜欢的是胡小珍，对不对？那么明显吗？我们支持你。不好了！姚玲是我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你听不懂人话吗？你干嘛？还敢推我？等，是胡小珍把萧霸王打晕了。又是在哪儿来着？小珍，你没事吧？他不知怎么突然就晕倒了。我人都扶不住，醒醒，霸王！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他会因你而死哦。因为我……没错，普通人若是与灵体长久相伴，身体便会衰竭而亡哦。我只是想多跟他待一会儿而已。先去医务室再说。还是我来吧。没事，你先回去。我从小体弱多病，几乎都在医院里度过。本以为对人情冷暖、生离死别都麻木了，直到有一天，在你病房门口偶然遇见了他，我
第一次见到有人能为心爱的人日夜不眠不休的守护，他痴情和真诚的样子就像白马王子一样。如果就这样错过这个人，我真的会后悔一辈子。这都多久了？怎么还没出来啊？就算只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会保护你，我也知足。但这样只会害死他，干脆让本尊带你离开这儿，来世再续前缘，怎么样？闭嘴！忘了我们的约定吗？如果你真想帮他，就劝他放下执念吧。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原来你俩是一伙的。愣着干嘛？追啊！如果被他们抓走，我连跟霸王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了。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帮我传达心意。我该怎么办？萧霸王，他姚玲和萧霸王，你也很孤单吧？帮帮我好吗？小珍，你在这儿干嘛呢？在等你啊。Good night when we hug tight. Hope it lasts forever and never. Say good night. How it ended, like the story ending that is meant to be. Walking the night, leaving thunderstorm behind. Through the mist we dance with stars so bright. Moonlight, sing our song to the stars just like we used to. Always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Where the dreamers roaming somewhere find you. Good night when we hug tight. This time I'll always make you smile more. Prove my heart every